今日早起，咱先继续来关心非洲猪瘟的消息。台中一间饲猪场去验到非洲猪瘟，地检署查访团饲猪场的负责人等人去说明，信后4个人拢请回。目前药调显示，感染的来源有可能是喷，不过这个案场的喷却是无照规定，甲处理喷的记录传去伫网络顶。市府是讲，无传目前是无法则，所以等于是无强制性。不过，政委陈时中回应讲，目前拢有相关的法则。调查非洲猪瘟疫情的几个经过，台中地检而且传讯4单的猪笼白仔囝、4期的体育兽医师，还有4类的动保处人员，先后4人请回。还是有哪个地方出问题，你知道吗？台中市农业局讲，经过了解，误飞这个饲猪场的猪异常死亡的期间，一个4期的体育兽医师，还有一个姓杨的兽医组，2个人拢无到现场。他是有讲到，就是说有生病的征兆，然后他有这个跟王姓兽医师有做联络。伊来无来啦，我无叫伊来啦。然后你有啥物买掉来，用4十几只。还是我就知讲说伊来嘛，无法度，无法度可以处理啦，迄就要用。药注看来。市府农业局讲，是代志发生3天了后，知影这个姓王的兽医组无兽医的执照，不过伊敢若是伫咧电话内面建议，是毋是有违反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，已经请台中检方调查，不过案场无依照规定传喷的资料。台中市政府是回应讲，照中央规定，若无传也违法，无强制力，爱守法。你说他8月都没传，那其实并不违法。因为他并没有罚则，那不过呢，解决问题比较重要。但是行政院政务委员陈时中讲，这么有相关的法则，并不是无告无理。伫废弃物清理法内面，若是饲猪场受一般家庭的喷，无照规定注过，会当罚1200到6000。伊若是用事业单位出的喷的饲猪场，相关会当罚到300万。这不是不告不理啦，这是有不利波来报我来查嘛。并不是没有法则，而是我们有法则，需要执法单位确实去执行。防治疫情是袂等的，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已经要求市政府2倍下昼进前，就要提出完整的疫情调查。另外，伫5批饲猪场清理消毒了后，也有2个所在验出病毒阳性，也已经请地方搁再加强清消。记者综合报道。